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14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对今日开始，逐天暗时11点到透早5点，土地庙台中4县市要实行减少水压的措施。反制中国解放军的威胁，国防部公告连江县的管制区加通报工程，有人认为讲要伫东引起一个飞弹基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希望针对调控逼车行为有法律制裁，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赞成。今仔日新闻一开始，也请民众就要特别注意咯。对今仔日开始，逐天暗时11点到透早5点，桃园、新竹、苗栗、台中这4县市要实行减少水压的措施。下晡经济部也召开第2摆的扩缓应变会议，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爱大家民众做上摆打算。经济部长王美花14中昼亲身主持旱灾经济部紧急应变小组第2摆工作会议，佮邀请中央气象局、农委会、科技部甲地方政府等相关单位，整理上新水情加抗旱措施。王美花指出，今年是56年来第1摆无风台一年，可能从史上落雨上少一年，对欠水会做好上摆打算、上好的准备。应该是有记录以来。非常少见，会最难的一次的水情的一个奋斗，我们会持续不断的来精进相关的措施。全台水库水情无乐观，北部地区石门水库、永河山水库有效抽水率拢无到5成，明德水库搁较少，差不多落破2成，只有翡翠水库水位继续回升，差不多是5成5。中部地区水库石冈坝水库较少，差不多2成5；南部地区北河水库、闸门水库只剩3成。水利署表示，目前全台147个水井会由淡水公司启用解决欠水问题。那经过检验，都是水质符合我们的水源的要求，导入我们净水厂，对于我们抗旱工作是有所注意的。因为台中地区水情全黄灯，暗时减压供水，而且台中石冈坝水情恐惊伫2天内就有欠水的问题。台中市长罗秀贤去石冈坝视察，了解大台中用水供水的情形。伊讲市府会调配用水，以民生优先。那透过这样一个长短期的一个调度供应渡过难关，一直到支撑到明年5月梅雨季的到来。另外，彰化县因为水源无够，主要水源过来自台中地区，搁较严重。台水管理处表示，彰化地区会用2个时段减压供水，中昼12点半到4点半，暗时为10点半到透早5点。暗过强调对用户影响无大。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目前当日欠水，农委会也宣布讲，桃竹苗地区大约1.9万公顷的农地会实行停止灌溉补偿措施，其中影响上介大的就是稻啊，目前当日积水，这也是头摆发生特别修成却无水通好用的情形。虽然农委会讲会补偿农民，不过有一寡农民却是真不满。石门水库水位继续下降，新竹苗栗的水库水情上看也是真无好。农委会则是宣布，桃园新竹苗栗地区第2期19000公顷的田实施停止灌水，其中水稻就占13000公顷，补偿金会以农家所赚的105%加上生产成本来发放，大约每公顷10多万块。农委会表示，这是上届照顾农民的补偿方式。我们这一次费用比较高，是因为我们加上了它的已经投入的生产成本。不过，同新竹苗栗水稻正是抽水的时阵，估计1个月就使收成。同农民讲，安尼等于是心灰拢了去。但经业者是认为，若是地主甲耕作人，不是同一个人，什么人领补偿金恐惊有争议。等于是2、3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是吗？对，因为现在大部分都抽水期间，没有水一定不行。有些口头约的我们是没办法去收回这个钱。因为都补助到地主那边去了。苗栗农民也真生气，讲互人唔知要怎做，拢袂赴的来应付，也不办叫农民甲这边修行的稻作该除掉做入肥真残忍。这个用条要放在做肥，我看我是做不下去的。我感觉这对农民来讲是足残忍的代志，本来是种农民。李美潮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也批评，停止灌水的造成加入客属农民无得工会，对整个产业是打击，看年后边加工业者。就像你孕妇已经怀胎7、8个月，现在一个月就要生产，你叫她堕胎吗？你说你愿意吗？
这摆补偿总金额估计超过10亿，由用水单位来负担。农委会指出，这时阵是停止灌水上好的停损点，不过互怀疑是毋是牺牲农业。副主委陈俊贵强调，这摆停止灌水未造成粮食安全问题，是经过综合评估才做决定，毋是牺牲农业。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继续关心国内疫情。国内在今仔日是无增加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不过出现3个日本人对台湾登到日本却检出阳性，而且拢无症状发生。另外，针对着交通部所规划台湾甲普老之间的观光，但市长也表示讲会用包团的方式进行，详细内容拜五会再讨论。国内新冠肺炎疫情14个出现零确诊，无新增病例，全台确诊人数维持伫530例。不过，却传出有3件自台湾出境到日本，被检出抗原阳性，无症状个案分别是一女2男，拢是日本籍。卫生单位已经列出3人伫台湾接触者，有44人，应该采检16人，其中15人核酸甲血清抗体拢是阴性，另外1人安排采检中。对此，指挥中心认为，最近日本检出10例为台湾输出的病例，不过伫台湾接触者检验拢是阴性，研判日本检验归阳性机会较悬。在机场的时候验出来，然后第2次在采检的时候，第2次在做 PCR 的时候，全部都是阴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认为这些相对在病原在抗原的检验里面可能都有一些误差在。另外，关于新冠肺炎疫苗采购，指挥官陈时中强调，咱国采购策略会多方投资，也无少着综合投资。另外，疫苗所需要冷链设备，等由行政院调集各部会建议，预计这礼拜就有方案出来。我们都会多方向的去投资，重复的投资也在所不惜嘛所以就是不管是这一支这个 BioNTech 这一支，我们其他的也都有在接洽中，也都相当有进展。因为台湾新冠肺炎疫情缓和，交通部最近也建议推动旅游泡泡，初步规划将北流列为头一波开放名单。但是中讲，采山团规模大约10几人，专程采取包机、包车、包旅馆等防疫方式，相关细节拜五会进行讨论。包机、包车、包旅馆、包餐厅都包嘛，这样看看可行不可行？那有这些资源够不够嘛？另外，考虑国内翠暗力量已经会当供应签名制通路销售，所以指挥中心宣布，将供应翠暗全面征用提前伫10月15起恢复定价征用，维持每天800万片，其他开放自由卖。另外，因为斯里兰卡本土疫情继续，自即日起为中低感染风险国家移除，柬埔寨是调整做中低感染风险国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中国因的本土病例又搁再增加咯，山东的青岛市搁再增加6个人确诊，当地政府打算要甲青岛市的市民做体检。虽然有专家表示疫情无遐严重，不过今日开始管制青岛的民众入去北京，甚至有人怀疑讲疫情又搁再压起来啊。近日秋冬中国疫情可能搁升悬，过去24小时新增加10例确诊，其中山东青岛搁出现6例为无症状感染全确诊的案例。因为青岛市进前才出现12例本土病例，当局计划5天内为全市的人检测，目前已经采样超过750万份。甲14早起9点半，400多万份内底无发现新的阳性样本。它主要是集中在一个医院，这个根据这些信息分析呀，青岛的这次疫情呢，应该不像新发地，也不像呢新疆那样的规模。现中国专家伫这部信心发挥，相信这摆青岛疫情规模袂伤大。不过，首都北京却伫14下晡宣布，已经启动青岛方向人员进入北京爱管制措施。伫青岛人员近期无必要唔通进入北京，青岛人员进入北京爱摕7天内核酸阴性证明，互人怀疑疫情搁起来。抵京后严格落实社区防控规定，同时再次提示广大市民群众，近期如无十分必要，建议不要前往青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伫14早起出席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庆祝大会，佮发表52分钟的演讲，回顾过去深圳40年成就。不过，就伫结束进前7分多钟开始，伊真侪摆家扫，甚至停落来啉水。自觉站在党和国家大局上想问题、办事情。
虽然因啊加速用视直播镜头会转向大卡，毋过加速声音真明显。过去2天，医生去过潮州甲汕头市早，做法甲以前去地方口罩无同，伫街路发表讲话，看起来气色袂歹。这摆讲话是一直加速，健康状况也引起大家关心。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咱的国防安全，为着要反制中国解放军的威胁，国防部正式公布连江县东引161重要军事设施管制区，以及着限建范围。空军也配合上要开始伊建立通报工程，有人认为讲伫东引要起一个飞弹基地。另外，根据着外国媒体 Lotus 的报道，讲美国要配合台湾的军事武器，有搁再增加死神无人机加汽车反舰飞弹。面对中共军机一直侵扰台湾，引发台海情势上升，国军有进一步的反制规划，正式公告连江县东引161重要军事设施管制区甲限建范围。空军也要用4亿新建通报系统，外界解读国军要伫东引建立飞弹阵地。前空军副司令张彦廷讲，安尼会使甲飞弹杀落，也能实施第一波的源头打击。因为它可以向前做延伸，最远可以到上海，甚至到长江口。那最难的话，可以打到广东。换句话，整个的涵盖向前推了，因为这个可以弥补我们台风防卫作战战略纵深短浅的这一方面的不足。福州的人口780万，如果多管火箭打过去，或者是飞弹打过去，那会造成很大的伤亡。另外，福州也有解放军他的海空军的这个指挥部在那个地方。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机关自地就设伫福建省福州市，东引甲福州市离不到20公里。一旦爆发战事，东引有战略优势。张彦廷分析，对抗的天宫飞弹、对海用轰飞弹，拢可能进驻东引飞弹阵地，用直攻解放军的东部战区，包含南京、上海、福州这烟花城市，就连南平的广州拢伫咧射程范围。反制解放军威胁。另外，美方对台军售正伫进行。路透社13报道，有2项已经会正式通知国会，包含死神无人机甲暗地鱼叉反舰飞弹，鱼叉飞弹有100粒，爱20亿美金。我们还有东沙岛，还有南沙的太平岛，都离我们很远，死神无人机可以派得上用场。而且我们知道它需要卫星的资料的传输，这样子它可以将目标获得的这些资料、宝贵的情资，及时传送到地面上。伫中共军机一直骚扰，空军年度重大演训天龙演习一度可能取消。不过国军唔惊解放军威胁，为期5天的演训19号要照常举行。空军5大战斗机联队的全部出动，伫嘉山基地展开各项竞赛。伫性能提升的 F-16V 战斗机，会甲无提升的 F-16AB 型机，到阵来验证训练成果。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台南铁路地下化站甲最后2户接管了后，自救会会长甲伊90岁老母，在今仔日去到台北抗议，除了指控铁路局无带领因愿意配合的精神，也强调这个抗争会搁再继续。另外一户同款是红铁的黄家，在今仔日想要登去摕物件，却甲铁路局的人员发生冲突。铁道局施工人员一直对学生发声，请学生退出厝外，因为这栋厝第13已经由铁道局依法接管。台南市铁路地下化最后2户标签户，但铁晓甲黄村乡的厝，因为时间关系，门外已经被铁帮隔掉的。目前黄村乡暂时住伫天桥卡，也毋过就是活中昼时段，各有学生弄伫黄村乡的厝，甲铁道局人员发生相杀。所有的东西搬出来啦，我要找一些我的东西，一下子我的药都不知道找哪里去啦，因为我要定时早晚都要吃的药啦。那我们接管的目的是最主要，还需要做支撑等等，那会有安全的顾虑。那我们希望尽快跟他协调，然后把这些方案做好之后，把房子交还给他。最后协议双方人马全退出，铁道局更加强调，13已经依法接管处，未来安全禁止非相关人员进入，后续会做好沟通工作。另外一号反铁路当期自救会会长陈志晓甲伊90多岁母亲陈蔡新美，是一早到台北召开记者会，提出南铁公共技术化、和解替代方案。陈志晓强调，未来南铁的行动未停止，所以南铁运动会继续的
同样的，我们拿了这个牌子，我们上面写着大埔张家能重建，南铁陈家也能重建，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这个运动的这个方向。我们会继续往南铁重建、南铁平反的这一个方向继续去做这个运动。虽然台南铁路地下化最后2号、13号铁道局都是强拆，不过单架甲5架并无放弃。未来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恐惊阁会起风波。记者综合报道。由交通部所举办的800期轨道政绩沟通平台，将由北部3位市长做回决议，甲基隆的轻轨改造式捷运，会甲实际南港的捷运相接。也因为这块经费大约要60亿，照英国经验是中央甲地方一人一半。台北市政府表示负担偌济，阁爱讨论。基隆轻轨升级捷运，正做800期捷运圈，台北延伸4铁强过南港，朝地下化规划。台北市长郭文泰前一天表态会出钱，交通部回应直辖市按照惯例付一半，台北市态度转为保守。台北市的部分大概分担50%啦，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那一段的经费大概接近60亿。我们是愿意多负担一部分的责任呐。但是这个折数那他们有不同的考量，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的确认呐。目前基隆捷运为南港甲北岛规划已经确认，起点会伫南港，石科站是中下转运站，未来民生十字线的东湖段会伫石科站搬车，串联东湖到石子区公所。基隆这边暂定至到北岛，新北市长侯友宜希望新北市的路段应家己起。我们有兴建3英中英量的能力，还有安钢轻轨以及淡海轻轨的能力，在我们的辖区，我们就要负起责任。我们自己的兴建，我们自己来营运。对细节协调，交通部表示，因应800期轨道路网政策平台建立，交通部有专责工作小组，会继续沟通北岛到基隆，因为今年用了一种轨道，目前也有真侪种方案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若准有开车的民众，一定会撞到后壁的车，用车顶甲你死，爱你开较紧的，无就是驶真晚造成司机的压力。在今仔日立法院交通委员会有几个位立委就要求交通部爱修法，处罚这款超工逼车行为。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示支持。骑重机车走伫88线快速道路，后壁白色货车技术感觉动车伤慢，先是切到正线路径，佮突然切转来超车，最后弄到重机车。好骑重机车的人连车变几啊连，场面真惊险。用摆尾的方式去撞倒我们重机骑士，就是因为看不过去，所以我们才在这里。这款恶意逼车的行为，互网友真生气，号召去调查的水产行情抗议，而且唔拿国内的民众受害，甚至今年的7月，比利时情侣来台旅游，也被沙石车恶意逼车，互当事人破网，引起议论。恶意逼车也是抓刑案件常出现。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几名立委则是要求交通部修法，提悬恶意逼车法则。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表态支持，把它视为全民公敌啦，然后要严惩啦。我们交通部会积极来研议，加重这个罚则。根据交通部统计，2017到2019年，干那恶意逼车就有807件，动车1450件，学者也认为加重法则会当有效阻止。就是说，他们的考驾照，不管是汽机车驾照、考照都是比较困难的。那他们的罚则也是罚的比较重，然后执法也相对的严格，所以相对来讲，日本的车祸比台湾少的很多。除了加重罚则之外，就一定要配合严格执法。另外，学者表示，用路人也爱加强观念。以即卖交通法规来看，机车也是重机走伫道路上，并无规定需要靠正面，而且头前车辆有绝对的行驶优先权。恶意靠近也是紧急打档的逼车行为，一旦造成他人伤害，会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加重法则以外，政府爱落实严格执法，才会当杜绝类似的道路霸凌。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劳动局伫今日公布上新的劳检结果，发现台北市12间客运业者全部违规，其中中兴大业巴士、光华巴士加东南客运违规上介严重，甚至有司机休困无到7点钟赶来上班。目前也要求业者上班11月底就要提出改善计划。
今年6月份，一个台大教授伫咧台北坐公车的时阵，正卡去车门夹着，互拖几啊百公尺，致使重伤住院。9月底内又搁发生公车冲入去人行道，甲几排机车弄倒的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市区客运公司的意外小连续来发生，台北今年到7月份就发生180件。路途局第2日对业者进行路检，结果台北市12间客运业者拢总违法。今年呢，这个违反的法条其实也相当的多，预计我们总金额会开出这个。应该也是突破以前的记录，会超过总金额是900万。我们还在接受有一些业者在做一些相关的陈述，但是呢，已经有部分的罚单都已经开出了。公车客运业者伊无互路工轮班让旁有11点钟的休困时间，阁有无互路工连续30分钟以上的休困时间是上严重的。尤其是中型大业巴士、公华巴士甲东南客运，各违反6项是上侪。劳动局依法处罚，预计超过900万。今年公车客运业者总共违反37条，去年违反54条，比起来改善率仅31.5%。客运业者他们都是属于轮班制的工作者，所以呢，他比如说今天上班下班的时间离他隔天要上班的时间至少要间隔休息11个小时，但是有7家业者呢被我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一天里面至少要有一个连续3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有7家业者。也是做不到的9月29日，台北公共运输处已经召开劳资座谈会，要求业者10月底进前提出路线调整、甲人力配置的改善措施。10月底进前，爱向劳动局针对各项劳基法违法的部分提出具体的改善计划，希望会当改善驾驶工作时数长度、甲休困时间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头起先咱来看美国的选情。剩无3礼拜，美国就要举行总统大选咯。不过已经有几个州提早举行投票，这回民众的热度真悬，目前已经超过1000万张的选票啊，甚至有的所在要投票要排队5点钟以上。防疫期间，民众乖乖啊挂嘴，安保持社交距离。这礼拜较真长的队伍，毋是周年庆抢买活动，而是美国德州13举行的总统大选提前投票。I've never seen a line this long. It's really amazing. 21月初3投票日剩3礼拜，全美国已经有几个州举行提前投票，白宫甲国会掌权之争非常激烈，加上为了避免投票日间人伤济，造成防疫空棚，这摆提前投票的人数非常踊跃。根据美国选举计划的数据，包括邮寄投票在内，提前投票的选票已经超过1000万张，超过顶一届140万张。同款也开放提前投票的乔治亚州，甚至传出选民需要排队5点钟以上才会当投下新型的一票。Makes me kind of very excited to see the huge engagement and turnout on day one, morning one. For me, I woke up, it's the first thing I wanted to do, so it really kind of invigorates me to see everybody else had a similar plan. This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ction of our lifetime. We've had 220,000 Americans die from COVID-19, and our economy is in shambles, and we need to get out and vote for the people to make sure we have a secure future. 另外一方面，加州为了应付疫情，今年头一摆针对所有注册选民超过2100万民众，用邮寄投票单，选民只要将选票封好，寄到指定的选票收集箱，都会当完成投票。也毋过共和党扣伫各地高等加油站自行设置选票收集箱，引起争议。加州选举官员表示，这已经违反选举法规，要求共和党人将票箱刷走。另外，投票日间敢会出现暴乱？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维尔将军表示，目前为止无派遣国民兵平乱的计划，也毋过强调，万有需要已经做好动员的准备。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葡萄牙的卡球名星 Cristiano Ronaldo 加帕高鲁夫的世界球王 Dustin Johnson 拢染到武汉肺炎，目前也当咧隔离。另外，欧洲疫情当咧探翻头，部分地区宣布封锁以外，有一位89岁阿嬷感染第2摆，煞来过身啊。葡萄牙卡球明星 C 罗面对镜头是比一个赞，第一知影家己新冠病毒体检是阳性了后，就乖乖隔离，佮讲家己真好，当地晒日头。相关消息是由葡萄牙卡球总会伫咧13宣布的，表示 C 罗目前无症状。Eu começaria por Henrique, ele está a gerir muito bem, não é? Obviamente que ele, a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fez o segundo teste, o reteste hoje de manhã e foi confirmado, ele entrou em isolamento ontem à noite, a partir do momento que fez o teste, como todos os jogadores. Ontem, depois do teste, os jogadores só de dizer que quer jogar, não é? Comunica lá de cima cá para baixo connosco.
E portanto ele está bem, está completamente assintomático, não sente nada, não tem problemas nenhum. 世界排名第1的骨碌佛球王美国球星达斯汀强森宣布确诊，已经退出这礼拜伫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PGA 巡赛喜吉杯。今年36岁，强森表示无法度比赛，伊感觉真失望，会接受治疗，赶紧回来球场顶悬。伊是伫咧11月暗仔出现症状，一直到13拢无改善，接受体检结果是阳性。荷兰的部分地区14暗时10点开始，会实施至少2礼拜封锁，所有酒吧、咖啡店，还有餐厅关起来。酒精甲大麻暗时8点以后嘛禁止来卖。政府当地积极掌控疫情爆发，在是通报过一天新增加确诊超过7300例。过去一礼拜新增加确诊累积超过43000例，而且有150个人破病死亡。根据欧洲疾管中心的报告，过去14天以来，荷兰是欧洲感染率第3高的国家，敢若比捷克甲比利时较低。De maatregelen gaan ook pijn doen, maar het is de enige manier. 另外，荷兰一个89岁治病的妇人人，今年确诊新冠病毒，住院5天了后，症状完全消失。毋过2个月了后，佫确诊，而且伫治病第8天恶化，2礼拜了后过身，嘛是全球2度感染而且破病过身的头一个。法国13开始危险族群的流感疫苗注射活动，65岁以上的人必须要注射，而且有新的妇人人，还有呼吸道疾病甲其他相关症状的人，有优先注射的权利。今年伫咧疫情的影响之下，注流感疫苗的人增加。健康官员建议讲，无论是预防流感，还是新冠病毒，也是拢爱挂嘴啊，降低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公司交生，也就是 Johnson & Johnson 停止疫苗试验了后，另外一间礼来公司的抗体药物后期试验，也因为安全问题，去互美国的监管机构要求暂停。不过有另外一个好消息，就是伫咧缅甸有一个100岁阿嬷感染了后出来好利利，而且无任何症状出现。美国历来制药公司13证实，目前正咧试验中的新冠病毒抗体疗法，因为有安全问题，后期临床试验已经被美国政府喊停。公司估计也大波将近300分点。不过，美国总统川普顶礼拜出院了后，佢表示，历来抗疫药物真紧对伫市面上出来。So I just want to say we have Regeneron, we have a very similar drug from Eli Lilly. And they're coming out, and we're trying to get them on an emergency basis. 历来疗法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甲其他部门合作建立临床试验之一，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不过，数据安全监控委员会所向建议停止找人测试，必须历来爱接受决定。历来宣布暂停测试进程不到24点钟。交生公司也确认疫新冠疫苗最后阶段测试出现不良反应，宣布暂停，也互疫苗安全性甲问题一期受影响。有效疫苗疫情控制甲全球经济发展拢有密切关系。国际货币基金预测，中国会是今年全球唯一实现经济成长国家 ，GDP 会成长7.9%，明年会加速到8.2%。IMF 各估算，今年全球经济受疫情冲击会减少4.4%。明年全球经济会增加5.2%，不过比进前估算5.4%较低。虽新冠病毒疫苗问世之前也是未知数，不过伫缅甸有一名100岁的老阿嬷不止顺利战胜新冠病毒，而且伫过程当中无任何无舒适的感觉。我感觉就亏了你嘛，我白，我路里当当慢慢小多ali，慢慢去。老阿嬷9月初好像是被厝内底人为着病毒确诊，带至隔离中心2礼拜了后，确定健康出院。厝内底10名成员即卖也已经好啊。缅甸超过3万人确诊，将近700人过身。阿嬷表示，已经老啊，有真侪生死交关的经历，已经唔惊死亡，只希望家己的后代子孙平安度过这摆疫情。记者综合报道。非洲上界悬的山乞力曼扎罗山，伫当地时间11发生森林大火，可能是爬山游客伫山顶煮食所引起火灾，也因为风伫咧风头顶中，火势一下就倒几片，消防人员甲民众有500人做伙去拍火。大火伫炭烧，穿着青色军装的消防员伫烟雾中赶紧拍火。非洲上悬的吉利马扎罗山伫当地11山顶的欧纳区熊熊大火，受到风势影响，野火拖甲真紧。坦桑尼亚国家公园调查，野火敢若是游客中心的工人用火时无设立造成的。Kulikuwa na kitendo cha kupasha moto vyakula vya wageni, na baada ya kufanya hivyo, na unajua ni nyakati za kiangazi. Kwa bahati mbaya wale waliokuwa wakihudumia wageni wale, moto ule uliweza kushika kwenye nyasi pembeni na
kuleta madhara ambayo yamejitokeza na 这个6000公尺悬的吉利马扎罗山是非洲上悬的山，每年吸引大约500名登山客来旅游。桃花乌那区是使用曼达拉加、霍伦坡2条登山路线的登山客中途的休困中心。日日大火发生了后，就当地消防员、民众甲学生大约500人赶紧来救灾。 Moto huu umeweza kudhibitiwa na nguvu kazi ambayo imeweza kufanya kazi hii tangu mapema alfajiri ya leo. Kama ambavyo mnaona moto uliobaki ni vichaka vidogo vidogo ambavyo licha ya kwamba nguvu kazi hii bado imehamia kwenye maeneo mengine, lakini bado wamebaki wapiganaji hapa kuhakikisha kwamba moshi huu hauendelei na kuibua moto mwingine. 当局表示，这场山坡大火已经受到控制，国家公园管理局无因此阻止游客继续爬山，而是引导游客到安全的登山路线。记者综合报道。 立法院的经济联席委员会早起审查农委会开放予外国鸦片会当使用3把种的议题。不过会议一开始，国民党立委就要求爱照停书发言，却引起朝野立委的冲突。另外，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所交的报告当中，表示会开放有3把种的猪肉甲牛肉进口，专是为着要拍破台美双边贸易的障碍。 经济联席委员会开会，农委会主委陈吉中上台报告，引发国民党立委林维洲不满，因为在野党已经登记停书发言。去发言优先，陈姐不要为难主委。民进党立委曾水勇想要甲林维洲揪走，现场一直吵。民进党党团总召集人关建明出面了。优先处理啦。 后一个停书发言的国民党立委林维洲要求应该先开公听会，再来审查农委会所修正的公告，也就是开放国外牛肉、猪肉使用莱克多巴胺，共党立委拢来呼应。今天很离谱的是，我们没有半场的公听，要来直接审查。 而民众党立委赖香玲是不满经济部长王美花要求伊来报告，由12立法院财委会才通过要新增加莱克多巴胺猪肉进口报关的 CCC code 货品分类号列来说区隔。不过隔天王部长却是讲这件代志安尼袂用的。这个是傲慢的官员、傲慢的部长，我认为非常不适合。这2个礼拜以内，他就会问你们卫福部、问经济部。 你支持还不支持？啊，我们在开会会讨论。支持还不支持？开会会讨论。你又不敢讲，不要只想到是官呐，只有想到的官，很可怜呐。就像你现在这个样子，面露什么什么状，可怜呐，可怜呐，可怜呐。 是不是支持新增加莱克多巴胺猪肉海关税后，立委回访台爱卫福部长陈时中讲，不过陈时中回应予伊真不满。而行政院食品安全办公室伫提交的书面报告指出，开放含有莱克多巴胺猪肉甲30个月以上美国牛肉进口，是为着要排除过去阻挡台美双边贸易障碍。记者综合报道。 进前伫咧台北市内湖无牌安养中心发生烧死3个人意外，台北市长郭文哲伫今仔日表示，已经对内湖区公所甲卫生局的相关人员进行停止，未来也会设一个条款，就是什么人检举会当得到检举奖金的5%。 受处罚的人员有内湖区公所社会科的科长承办人、台北市卫生局长加中照科长。另外，卫生局也要设一个检举条款，按算对12月开始就会公告，目前也要设一个对口接受民众通报。 各个路瑞联公司有风声讲，因21个工程师甲商业机密偷摕走，去挖考别间公司，检调也约30个人，经过询问了后，限制贪这公司涉任的创办人20万交保，也有2名工程师去风声也禁检。伫咧投资者法院也已经裁定其中一个人20万交保。 民众汽坐电动车登到店内买车修车的人客袂少。国内电动车龙头各个路的瑞联公司对关键动力系统的技术全拢独立研发，也毋过却传出有离职工程师技术偷摕营业机密，提供予新公司淡薄使用，所以提告检方家己调查10时发动搜索，并且约谈涉任创办人甲工程师等10人，先后其中2名工程师奉上禁检。
2名被告石某、容某涉及违反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一第1款的罪嫌，犯嫌重大，有勾串共犯、湮灭证据之余，而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不便多说任何的细节啦，因为还在检调的那个调查当中嘛。是。对，所以其实我们的声明也很简短，就是说，因为我们会就是积极的捍卫我们这个所谓的智慧财产权这个部分，这样。雷龙公司发出声明稿，强调Gogoro一向尊重并且保护公司的智慧财产权，也毋过对于司法侦查中的案件无加做评论。被指控得到商业机密的淡捷公司，疑似由Gogoro离职的现任主管成立，也佮共部操作几名员工，互雷龙公司怀疑因离职时涉嫌偷摕莫达电池等技术的营业机密。也毋过淡捷公司以声明稿回应公司以家己原创技术申请专利项目，相信司法公正调查会限公司的清白。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进前，歌手阿妹就宣布讲要登去台东开新年的演唱会，歌迷就赶紧去订台东的房间，却出现讲业者甲民众的订单退掉，甚至有的人已经纳钱啊，怀疑这是业者故意要起价手段。台东县政府也表示讲，目前也未收到民众的投诉，也呼吁业者唔通拍歹名声。歌手陈惠妹以前的跨年演唱，伊甲倒位歌迷就足甲倒位。最近宣布明年2021的跨年演唱会要甲台东唱，歌迷已经开始抢订饭店。即马传出可能要甲台东跨年的人济，有民众明明订好房间也付钱，结果却被退订，真失望。还佫传出有民俗退订是为着起价。台东民俗业者表示，目前无听过有这种情形。有遇到这种情形的话，我欢迎能够有一些真凭实据，能够将这个业者其实可以，我们有消保官制度嘛，这其实是可以公开的说的。台东县政府无接到游客提出订房起价，或者是恶意退房检举，暗过会加强稽查，若是查到会依消保法甲旅宿业管理办法罚钱。业者故意拒绝履约，就是让他当时不能住进去的话，是他故意做的话，可以请求3倍房价的惩罚性违约金。假如说他有超收他原本申报的房价的时候，会有3万元以上的一些处分。明年台东县的跨年活动，外界有股受疫情未当出国，佮加上有张惠妹跨年演唱会，可能会为台东县带来6亿的商机。暗过县府呼吁旅宿相关业者唔通趁机会起价，破坏台东的观光形象。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月初1，伫台中和平的山区有台湾乌熊中着歪亚素，经过治疗了后，目前也大大恢复啊。当时林管处表示，会先甲乌熊转为安养，听候时机再来评估野放的问题。研究团队甲8岁的台湾乌熊搬出来人啊，需要先细力甲伊卷起来，进行一连串的健康检查。你的头要在哪里？先讲一下。头里面。好，头里面。按一下。这只就是这个月初1在台中和平山区河山底倒头所吐掉的受伤的台湾乌熊，经过休养了后，伤势已经渐渐稳定，所来给放伫检查台，去做其他检查。上面就跟我讲他血氧啊，9862，好，谢谢。虽然乌熊的喙也有倒边前骹空喙渐渐恢复，不过倒边前掌第一指骨有开放性空喙，受医师评估，爱甲捞出来第一指骨锯掉，要恢复也需要2-3礼拜。先外露的这个部分呢，先把它处理掉，然后以利于日后它的伤口能够早日的愈合恢复这样。那另外在整个嘴部的伤口呢，也慢慢的在愈合当中。当时林管处表示，乌熊食物件状况袂歹，就是也该刷到半室外翕写，也增加活动所在，健康检查状况渐渐转好。不过，什么时阵会使放生到野外，也需要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讲到秋天的虎头蜂是真歹，伫桃园着民众去到溪边钓鱼，却去互规定的虎头蜂叮。虽然有跳入去溪仔藏伫水里袂嫌虎头蜂，不过也是去互虎头蜂叮甲规身躯，若袂送病院，也是救无回来。着专家提醒民众讲，若碰到虎头蜂，着爱较闪地，也唔通甲因赶。伫咧救护车内面，这位62岁姓蔡的查甫人是互规定的虎头蜂叮到，人昏去，救护人员赶紧给送病。到达现场后，人员着武功衣进入现场后，仍被上百只虎头蜂群攻击，
立即将人员救出并紧急送医。代志发生伫咧12中昼，四川查甫人甲朋友去桃园福兴区西门路野溪钓鱼，突然间有规定的虎头帮甲因攻击，伊的朋友好佳在逃走，四川查甫人跳喺溪内面要撇，抑过规身躯拢互定着，面规肿起来，无喘气无心跳，伤鼻了救袂大。像今年台风没过境，它一定是比较高，2、3层楼差不多，这个潮几乎是会很大，一般都是2尺多，今年最多会有4尺、3尺多。伫这份桃园、新竹、高雄真侪所在，拢发生民众互虎头帮攻击的代志，甚至有死亡的意外。专家讲，今年无风台，虎头帮的受比往年较大，而且伫秋天，帮的攻击性较强，因的警戒范围差不多是100公尺内，帮受愈大，警戒范围就愈宽。民众若去野外，爱滴无法，拄着虎头帮保持冷静，动作放较慢的，赶紧离开，唔通去甲压、去甲赶。才能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台大学生会文化部甲台大的台语文社，伫这个礼拜伫大学的这个校园内面举办全台湾头一个本土语言的音乐活动——挽流音乐节。唔那家己找经费，也邀请关心保语的歌手来参加，互大家更加看重咱的保语。台大博雅教学馆1楼未少学生咧讨论作业。边壁顶悬10外8海报，写戒严时期国语政策、本土语言现况甲未来保存。真侪学生承认无发现展览，而且小学毕业了后无阁学本土语，阁毋捌讲过。较少咧听啦，就将会，但是我唔知伊的台语要安怎讲。因为我们已经离本土语言蛮久，就我自己家里也不太会讲本土语言。愈来愈侪人袂晓讲台语、客语、原住民族语，毋过伫大学校园，复兴本土语的议题甲转型正义成被比起来较少数。学生会甲台语文社去年底有举办全本土语音乐节想法，原本10月要办，毋过受疫情影响，延到10月17。以客语、原住民语跟台语为主，那所有的乐团都是唱本土语言的歌。现在大家都很喜欢跑音乐季啊，跑乐团，让大家了解到，就是其实我们这些自己的本土语啊，就是母语啊，其实也可以像平常喜欢做的事情啊，那么就是很时尚啊。音乐节总经费无甲70万，大学生以公益介绍，邀请关怀乡土的客语创作音乐人林成祥，台语摇滚新势力百合花等乐团演出，也有议题底讲，用好耍方式包装严肃议题，互更较侪少年人重新熟悉本土语。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的中兴新村有2000多间的宿舍，经过21年的改造，却是效果有限。正有一群在地少年人，因甲国发会做空间，组成文化创意之路，希望带头带动在地企业，或一寡企业会当伫咧在地生根发酵。来啉咖啡，亲像等家己的厝，头家甲顾客才第2摆见面，却亲像熟悉一世人的老朋友。自细汉伫中兴新村大汉，展现是开上百万整理老馆舍，都是要保留囡仔时阵记忆的原汁原味，搁要将人气带回来。因为我们从小在中西医院长大，中西医院它真的很美，很多事情你如果要等政府做的话，来不及了。那我们能做的话，我们也愿意这样做。就是即天下晡，一群大学生来建设庆因第2摆上门旅游，动画讲是美感经验，也有一份属于少年人的归属感。眷村的翻新，然后就对我们来说还蛮新颖，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在都市中生活，很少有机会来到这种地方去参观。中兴新村经过21年活化，主管单位换几啊下，不过效果有限。2000多间馆舍，空缺有879间。国发会中兴新村专案活化办公室指出，馆舍有无共款公部门管理，互相关计划推动市真困难。即马由民间透过创新计划地批进驻12位业者，拢是在地青年，也希望因有无共款的创新。他们对中兴新村都有一定的感情啊，而且这些修缮的房子都是由进驻的单位自己来做整理。目前闲置的还有800多户，所以整个在宿舍的规划会配合主改的方向。民间自发的文化创意之路是不是能顺利行落去？业者真有信心。国发会是表示，中兴新村的整体定位甲利用拢伫规划，不过也有无确定性。不过肯定这在地青创业者为中兴新村的活
化，提供一个新的开始。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的内湾老街街仔顶有一间老戏院，早期是当地炒茶佮做拖炭工人上爱去的所在，却因为时代变迁，进也坑得远。为着要互民众甲戏园闹热气氛找倒转来，17这天也会伫遮放电影，陪民众做伙行入去内湾的文化历史。来过台湾的游客可能知影这间老戏院，英国上兴的时，戏院逐工满座。不过时代改变，民国70年戏院收起来了后，把放远20外档，后来厝主重新修整，老戏院再个碰到新的出路。那时候真的是天天客满啊！他开始的时候是演客家采茶戏啊、三角戏啊，然后最后后来呢变成歌舞团啊、魔术啊、杂耍团，一直到后来在民国60几年成为一个桃竹苗唯一的牛肉场。台湾的往日风情，别在过去真正电影内底出现，亲像踮在河畔青草青、春秋地势倒上、乌皮甲白叶等等，拢捌在遮取景。即摆台湾电影文化节，卖在17号迄天现场放映。到内湾当天呢，你游一游的时候，晚上看了黑皮与白牙，再来对照我们这个以前内湾大概50年前的场景到底是长怎么样，你会有一种这个历史的进到历史的感觉哦。内湾早期的发迹，不管是它以前的煤矿、木材、伐木等等，这些都是从我们的早期的文化开始，然后到后面整个内湾的发展部分，其实充满了很多电影场景的一个拍摄。这摆乡公所希望透过电影怀旧，结合老中青三代人的共同记忆，游客也通好进一步了解台湾的文化历史。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人民做主基金会长期用静坐、双脚行台湾的方式，宣扬台湾人做国家主人的精神。今年因也办摄影展，把焦点放伫咧降价受限标准，分享过去这20多年以来，因是安怎一步一脚印，传承人民做主的精神。人民最主教育基金会的志工伫过日啊，穿因的制服，在2017年12月初，列队市总统府外围3连，要求立法院速速完成公道法保证。记录当时警察行伫咧志工边啊，维安正经的这个摄影师，也是基金会志工张东库，讲起这段记忆犹原真深。我即马看起来稍较趣味啊，因为我迄当时实在是足紧张啦，因为规排。你会使看到一排黑一排白，哦，我感觉这是足强烈的对比啦。毋那这张相片，刘东库也记录到美丽岛事件受难者林其雄先生，在咧林家血案发生了后的36年，和人民最主行大志工团做伙去景美人权文化纪念园区第1法庭的情景。尾有志工头问讲，林先生，你对这所在，你敢有来遮有啥物感触？甲记啥物代志？伊都笑笑讲，拢袂记啊。哦，伊拢袂记啊，哦，淡忘到这种方式啦。6当前，刘东库加入人民最主基金会，伊行伫咧队伍的外口，真实记录志工一步一脚印，行伫咧民主前辈的后壁，推塞民主的千里路。这个相片也已经伫咧云林和中华展示过，即阵是来到台北的北皮寮园区上尾站。当咱执政的时阵，大家拢向政府的机关里行的时阵，咱阁有人要来做这款超紧的运动，这是上感动人的代志。在咧展览区现场替人导览，今年69岁资深的志工邱丁雅已经对基金会行打26年，要和因翁在咧反黑市公道斗发传单。虽然因翁已经无伫咧啊，不过伊要是继续行。对乌头毛行到白头毛。啊，对足够行到即马无定得要袂行，毋过嘛是着爱阁继续宣扬迄个人民做主的理念。阮相信只有透过这个法定的降价，才会当有效来提升人民参与这公共事务的意愿甲能力。今年人民最主志工团主心伫咧杀降价受限的法定，因讲无论好天也歹天，因拢要继续行，用恬静的方式，宣扬台湾人着爱做国家主人的愿望，深化民主。记者阿敏金淡薄罗台北报道。伫咧台南的客家，英国是种真侪甘草，当然也是草树仔重要的生产地。但是时代变迁，传统产业渐渐失落，当地就一个少年的文书工作者，特别甲过去生产草树仔基台修理复原，希望后一辈会当更加了解这项产业。
一台看起来已经旧拗的机器摇咧运转，当咧甲顶面一丝一丝的草仔并做伙，看起来真神奇。其实这是一台古早时用来做草树仔的机器，顶面的材料是咸草。伫咧台南客家，过去种真侪咸草，做草树仔的产业是真兴。不过时代咧改变，草树仔的产业渐渐稀微。为着无爱互客家这段过去消失去，少年家陈银峰决定将一台老咸草机送去修理。学甲这边的，因为塑胶产业的兴起，然后导致这个产业没落了，所以我们学甲的自强几乎都收起来了，所以我们把那一台机器从那边做修复，修复完之后来到这边做一个展示，让大家知道学甲自己的产业。陈银峰因为对农村真有感情，才互伊想要将古早传统工艺家私修理好势。希望透过这台重新运转的机器，会当互现代囡仔了解家乡故事。期待透过农村的媒介去带领孩子认识家乡，也期待吸引在地的耆老，因为这台制纸机慢慢的聚集在这边。俗语有一句话：嫁鸡对鸡飞，嫁狗对狗走，嫁起者就派家己斗。对这句话会当看到，伫过去用咸草做的家己斗、草树啊等等的物件，是生活中真普遍的用品。只是因为时代进步，互民众渐渐袂记哩这寡传统的日常生活。陈银峰希望讲，未来规划这个空间，唔仅是互民众来参观咸草机啊，更较希望互在地老大人甲少年囡仔互相交流，将过去的记忆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北部地区对22度到31度，中部地区对23度到32度，南部地区对24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3度到30度。再来看外岛地区，对21度到28度。预告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要传观观众朋友来到澳洲看海底美景，也感谢您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马上赶的时间，咱再会。Thank you.